啦，乡亲啊，这几天实在有寒哦。这波的寒流嘛，吼，全台湾将做一粒的寒之冻。都参上介绍落的台湾尾、台湾五岳之一的八大武山，将做银白世界。这个树丛花草拢来结冰，都袂输是亚一定的糖霜粉同款。网友讲实在真水哦，啊，梦幻的美景嘛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 银白世界有够水，搁较寒，嘛要翕这个难得的景象。去到山顶一看，变成乌白世界，树叶甲边仔烟山芒啊，拢结一缘真高的树挂。山顶搁大风，真梦幻。昨天这边温度快谷山庄温度2度，代表上面零线的温度都在零下，所以上面还有雾气，这样子代表上面一定有雾凇，所以我就赶快冲上去看。 总主角是讲，为了翕这个美景，伊透早1点就开始爬山，要赶伫日头出来进前到灵山。为了今年头一摆树挂，果然一切拢真有价值。网友讲，这个白色的世界比画搁较水。现在雾凇会一年一年的看不到，那今年的话又特别冷，那要配合湿气、水汽有的话，今年的话算大爆发。 台湾五岳之一的北大武山是当地排湾族的圣山，嘛是屏东关境内为超过3000公尺的悬山。北大武山国家公园有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原始林，寒流一日来，互人想袂到讲，这是伫台湾上南边的县市会出现这款的美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